時候咧，亦都同過一位台灣嘅歌手朋友喺度傾偈啊，咁亦都同佢咧做咗個訪問。稍後時間咧，亦都會喺我哋勁爆樂勢力呢一度咧喺度出現啦。講緊嘅就係小鬼黃鴻升啊。上個星期六嘅時候咧，咪亦都嚟到香港啦，開咗一個嘅歌迷聚會。哇，好耐冇見佢，我相信啲 fans 因為亦都係佢自己第一個嘅歌迷聚會啦，咁所以咧，哇，非常之踴躍啦、熱烈啦，好高興之餘咧，我知道啊，更加係簽名咧，簽到凌晨點幾鐘啊！所以咧，唔單止俾人罰錢啦，咁啊，亦都可能咧都係歌迷啊，都等咗一段嘅時間。不過唔緊要嘅，我相信大家都係非常非常之想攞簽名，想多啲去到同阿小鬼啦，去到有一啲嘅接觸，所以先至會等咁耐都願意嘅啫。但係咁其實今次咧喺呢一個嘅歌迷聚會裏面咧，知道佢亦都唱咗有一首歌，呢一首嘅新歌咧，唔單止啱啱個 MV 咧就擺咗上去網上面啦，仲係第一次咧去到唱呢一首新歌，講緊就係一陣都會播嘅《北風和太陽》啊！呢一首歌咧，亦都係小鬼黃鴻升自己親自嘅創作啦，同時亦都係偶像劇咧《浮士德的微笑》裏面嘅插曲啊！咁當然啦，呢一套劇咧依家喺台灣嗰邊就播緊啦。但係講起咧呢一個嘅電視劇歌曲啦，其實小鬼都有好多唔同嘅電視劇歌曲去到出現啦。曾經啊，無論係之前嗰幾年啦，甚至乎係舊年啊，咁睇翻啲資料咧，舊年嘅時候咧，佢嘅呢一個幫電視劇去到創作嘅歌曲啊，兩個人呢，唔單止非常之受歡迎嘅，而且咧仲係入圍咗咧喺台灣方面電視台最佳年度戲劇歌曲獎添啊！嗱，而且咧喺舊年嘅時候呢，兩個人呢一首歌咧非常之受歡迎，咁所以咧亦都係呢一個嘅電視劇嘅男主角啊，亦都繼續去到邀請佢咧，不如咁樣啦，我哋又再一次去到有一啲嘅合作啦，亦都去到咧有依家我哋聽到呢一首《北風和太陽》啊，填詞方面嘅咧就係小鬼黃鴻升啦，至於作曲方面咧有831嘅兩位朋友。包括咧有小骨同埋阿婆啊。眼前是一道光芒，划破天际的绝望，被风吹走了寂寞，跨越心里的高墙，分裂现实和幻想，接受这一场屏障，渐渐无力去抵抗，承受爱情的重量，最后一道防线叫逞强，最初的刚强，北风或是太阳，谁能让你写下疯狂只为你抱紧
到認識小鬼黃鴻升咧，但係因為主持節目啦，但係其實喺佢初出道嘅時候咧，佢都係一個 band 友嚟嘅，佢都有一個嘅樂團，佢係其中一個嘅成員嚟嘅。